活命，你的生命伫迄个所在做伙来成就。感谢主，今仔日即个是足特别的，伫咱即个连续假是咱台湾的即个清明节，阁儿童节，连续假即5天，伫要甲过节差不多啊，听讲安尼，进伫个高速公路顶拢咧塞车就对啦，假日伤济嘛头疼咧，咱伫教会，咱要来纪念樟树主日，所以咱要用主的话来学习讲，呾伫这特殊的节日，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咱大家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通过主的话，要互阮一个重要的提醒。阮要看见主耶稣温柔骑驴入圣城，对阮甚物款的启示？愿你通过你罗卜的嘴来唤起大家做伙来看重这个信息，甲主你的话语对阮的提醒。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位君王竟然是温柔骑驴啊！到底这什么意义啦？咱有读2位经节，头一位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咱知这是旧约先知书的预言参语。伊讲锡安的子民啊，着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子民啊，着欢呼。讲着欢喜快乐哦，着欢呼，欢呼什么？讲恁的君王来啦，胜利凯旋。到这段，甲一般咱所了解，一个君王威风凛凛入城，迄拢真适合。但是后壁问即句讲，以谦顺骑驴，就是骑驴仔囝。安尼说，摕到一个足趣味也想足互咱会当思考的迄个主题，也是讲一个梗啦一个梗。约翰福音的印证拄则先知伫耶稣还未出世以前就宣告的，印证这段耶稣入城的故事，因为真实牧师小等有闲再来提起就好好，兄弟姊妹，樟树主日是咧象征什么？咱拄有看见撒迦利亚真精准的预言啦这个预言是讲君王要入城。是一个欢喜的、快乐的气氛，所以讲，锡安的子民啊，爱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爱欢呼。这是中文的第二是讲，是要欢迎一位凯旋的君王，是得胜的君王哦。伊讲看，恁的君王来啦，伊胜利凯旋。但是第三讲，君王的坐是一只。驴仔囝，一只细只驴啊！安尼就甲头前讲的迄个威风凛凛排场足大的都无相像啊！这要互咱甚物款的学习呢？兄弟姊妹，这个荣耀入城，这个场面，咱常常伫图片内底拢会看到看到这个物件已经深深伫咱的脑海中这个是现代的人因。学迄个耶稣时代用樟树机、举樟树机欢迎耶稣入城的一个相片就对啦约翰福音12章12节到16节记载耶稣入圣城的这个景色，就是印证先知的预言。但是到这段拢安尼讲照剧本走，毋过后壁面讲后续的发展煞颠覆了锡安这百姓的认知啦这什么意思呢？基本的差异伫倒位？百姓欢呼，因为因当时的理解，也是讲一般所表露出来，迄个闹热讲涂骹阁破衫呢，破衫，因为迄个时代的即个犹太人因穿一领外衫，脱起来都是一领亲像一领皮迄种感觉就对啦因是咧欢迎一位政治上的君王。安尼到遮开始。无共款无共路要欢迎王入城，迄款的排场拢差不多啦。但是因的理解甲实际就开始无相像。因为想讲，这位政治上的君王要救因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要安怎？要重新建立
代表的王国。咱若看到耶稣3年传福音，百姓甲伊接触，学生甲伊接触，拢一直咧讨论这件事啦。耶稣医治病人，耶稣去宣告上帝国要临到，处处一项，拢去谈到当时的统治者。因为当时吼，无像现代社会吼，讲啊宗教甲政治分离啊足清楚啦吼。你若讲信仰就讲信仰，甲现在政治无相像。即马大家政治甲宗教分开，大家足自然的。毋过迄个时阵吼，耶稣讲的遐个话，句吼，拢咧挑战当时的权威啦。因迄阵无论是希律在做王，迄是做一个加里昂啊，因为迄是即个罗马帝国安尼，甲伊派做即个地区的管理，你拢爱听我的。搁较互咱感觉艰苦的是，迄个时阵，咱讲宗教甲政治拢分袂开嘛，所以当时的贵族、当时的宗教领袖吼，我这边，毋是我百姓这边，是我统治者这边。所以咱若是了解耶稣的时代，迄是一个安尼。若要讲较坦白，就是讲民不聊生的时代。主耶稣出世前的60几年，就是讲耶稣出世60几年前吼，迄个时阵，当时的圣殿遐个管理的，因用着真严苛的迄个律法在要求百姓。这个无要紧，因甲统治者罗马帝国这贵族当时的即个。即个圣殿的官员，用尽各种办法，甲已经足艰苦的百姓吼，一直叫因着爱交钱、交税金安尼，甚至迄种用信仰的理由讲恁着爱11奉献安尼一直倾，规个圣殿拢好业啊，毋知人去，就种逐项的财宝拢伫遐就对啦。当时的百姓实在是。真正一只牛，互人溜滚啊，领皮。所以你就知影讲，耶稣是哪出去，若毋是拄着乞食，无就拄着破病，无就拄着遐个艰苦人，迄毋是讲耶稣条工要找因啦，到处拢是就对啦。所以耶稣当时若是讲出种关怀的话、上帝国的话，你甲想，什么人上紧张？当然就是遐个统治者，当然就是。当时的这罗马的军长，特别是遐个圣殿，遐个经学师，遐个祭司，遐个统治者。但是，咱若是注意看，中间的事实，百姓望讲有人来带领因脱离这款的艰苦。不过主耶稣。是要革命无毋对，但是要革人的心的命会革命啦。耶稣的事实是甚物？伊入城毋是为着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为着救赎来。但是分得清楚诶，袂解清楚对吧？吼，耶稣嘛是入城真辉煌啊，但是主耶稣的心意，毋是用人的武力，用遐个做人的办法要来解决。伊是要解决人的内心，所以咱主耶稣伊是灵魂生命的君王，毋是要台灭对敌、抢夺领土迄款的征服者。伊嘛毋是亲像遐个君王讲大阅兵，威风凛凛，伊是温柔徛着乖顺的小女啊。咱知影讲现代全世界若愈威权的国家。因的阅兵场面就愈大，对毋对？所以你看中国、看俄罗斯，特别是北韩，迄动作是足精细就对啦。迄个一板一眼，无咧第二种诶，还是啥物？迄是偏露出迄个统治者诶威风。但是咱诶主耶稣毋是安尼，所以咱要注意看到拄则，迄个场合，
伫撒加利亚有讲，过来就是约翰福音嘛，佫讲约翰福音12章第16节有讲即段话啦。约翰福音真有意思，伊毋是敢若亲像一个记者写当时的代志，伊会佫写后壁人的感觉，表示讲伊有传述过，伊有甲耶稣时代讲的故事，佫做一点仔评论就对啦。16节讲，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即项代志，毋过耶稣得到荣光的时，因才想到圣经所记载，即项代志是咧指耶稣，代志嘛，才有安尼发生伫伊身上。意思是讲，即个代志毋知经过偌久啊，学生慢慢安尼像是吟味，开始想讲，哦，原来主耶稣当时入城吼，咱拢误会啊，掠做伊要做咱的民族英雄啦吼，要带咱吼，那个光复耶路撒冷啦，毋是，原来君王入城是为了救人的灵魂的活命。咱兄弟姊妹，咱若注意看到讲，当时耶稣入去做这的代志。是啊，到最后，耶稣会行入各各他，行一个受定十字架。这固然是上帝一个奇妙救恩的安排啦。但是你若甲看，迄个故事拢有一个铺排哦，吼。中间一个上关键的代志，就是发生伫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路加福音19章45节，这段经文记了较完整，讲耶稣入去圣殿。就起手赶遐个卖物件的人出去，赶出去。伊甲因讲，圣经有记载，我的厝应该是基督的殿，恁煞甲伊变做土匪窟安尼。然后耶稣逐日伫圣殿教示人、祭司长、经学教师、甲人民的头人，一直想办法要安怎，要害死耶稣。原来是。一个应邀入城，大家咧欢呼举棕树枝，摕涂骹铺衫。但这个时阵已经咱讲一个对决啊啦，摊牌啊。耶稣事实是咧做宗教的改革无毋对，但是对当时来讲，这事实就是一个政治革命。所以你最后看后来耶稣红顶十字架有无吼？伫过来咱即礼拜咧笑念。迄罗马兵丁甲顶一块牌啊，讲哪犹太人的王啊，就是讲你真正你就是讲的，你讲你是王啊。那这个问题，互咱想到什么呢？拄则咱有讲起，对耶稣出世以前，这个犹太地吼，就是一个咱讲苦难的所在啦。因为百姓无自由，百姓一只牛互人遛几啊领皮。有迄个学者咧研究讲吼，先耶稣的老爸是咧做目。照讲以前吼，伫加利利海四周围吼，弄迄个电笼哦，会当做食。因咱知影，迄时阵你无做食，你就无通好食，敢毋是？所以大家做食就是加减当食饱耶稣的老爸无咧做食，咧做木枪。有人讲是当时的。迄个地方的统治官，就是真正非常的威吓，所以甲遐个安尼税金抽啊足悬，甲遐土地拢抢去，所以有真侪迄个农民吼无地通生活，落去食。有诶什么呢？有诶归去啊，入山做贼啦，做贼。因为迄个时阵，就是因为。圣殿遐尼腐败，是安怎遐尼腐败？耶稣讲的是敢若甲遐咧摆档的人车倒啊。其实伊是咧讲，恁遮的咧带头的人吼，歹带头是安怎？当时的研究就是讲，圣殿的官员、圣殿的同事，咱拄仔讲经学师、祭司长啊，拢甲遮的罗马的遮个统治者结合做伙。甲百姓迄种无应该交的钱，拢人讲不乐之捐呐，不乐之献呐，拢对迄个来。所以表面上，伫迄个正殿的周围摆档，迄拢是小代志，是后壁面遐百姓会艰苦。
所以迄阵就开始有一种运动，你若注意看，速度街人啦吼，遮做迄款运动就开始咧进行，暗中咧进行，迄是足严苛的，你无可能公开嘛。无像现在吼，咱无欢喜就走去总统府面前咧抗议无啦。当时就是秘伫后壁面，有两种团体，一种是革命团体，激进党，就是专门要车倒希律王，也是当时的统治者，要车倒即个罗马，迄是足严重的代志。第二种是啥物？有人对当时的圣殿嘛失望，讲圣殿吼，所咧教的道理都毋对咧吼，所以因安怎呢？因无爱献十分之啊，因怎搬去倒去？伫迄个耶路撒冷南部有遐旷野，有一个所在叫做昆兰吼，昆兰就是后来发现出一个足重要的文件，就是叫做迄个死海卷轴吼，死海文献。迄阵人吼怎自愿离开人群呐，秘到伫山洞，秘到伫遐旷野所在咧灵修。因感觉讲吼，即个有形的圣殿已经是败坏啊，上帝无欢喜。因感觉讲，因要来要起的是一个无形的、看袂到心灵的殿。迄甲耶稣伫甲撒玛利亚附近人讲话吼，迄个意思拢要差不多。所以不怪耶稣咧讲吼，我3日内吼要搁重启圣殿吼，迄话拢有意思。毋过遐个当时的当事者，遐个建筑师，遐个这石头吼，起甲毋知人。伊讲，即个圣殿阮起40几年才起好，你讲3日要搁甲重启，拢无了解耶稣的意思啦。总讲一句，就是讲，迄个时阵吼，对圣殿无满意，毋是干那耶稣尔，一群人，一大堆人。所以你知影后来吼，耶稣过身了后。之后差不多60、70年的时阵，真正规个耶路撒冷拢车倒，规个耶路撒冷迄叫做犹太战争啦吼。哇，死实有够多人，因为有人真正挡袂牢啊，真正起来革命啊，死实真多。所以毋知现在咱若去以色列去参观吼，讲敢若剩一个靠墙有无？死墙靠墙迄块还佫旧的圣殿啊，剩的拢是假的啊。拢是拆倒去啊！这是耶稣当时入城的一个，互咱理解的部分。当兄弟姊妹，咱伫遮要学习，进入到一个受难周、棕树主日，这个受苦的仆人甲温柔的君王，互咱什么款的学习呢？第一，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啦。犹太人因为长期受屈辱，对上帝应要有误解，袂记咧拒约另外一个传统是受苦的奴仆。当时嘛是应要的祈祷，大部分咧受苦的百姓拢会先想到讲，阮当时代表的王国是遐尼好、遐尼美好，咱敢袂当恢复起来？所以对耶稣这个弥赛亚嘛同款的期待。咱知现在到今仔日咯，犹太人嘛有真侪人无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呢，因还搁咧期待一个因会当互因王国复兴的弥赛亚。但有几啊位咧讲起以赛亚内底的即个受苦的路步，迄是耶稣要行的路。第一，以赛亚42章1节讲，上主讲看咧，我所扶持的仆人，伊是我所拣选的，心所喜爱。我有将我的神赐予伊，以为伫万邦施行公义。这是受苦的路步的即个概念。佮另外一位49章的第6节讲，我要互你做我的奴仆，互雅各逐支族佮复兴，甲流亡的以色列人带转来。我要佮互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互你做万国的光，互我的拯救普及天边海角。这是第2个仆人之歌的段落。佮另外是以赛亚50章第6节，是咧讲到耶稣伊嘛有讲过。伊所讲的迄个原理吼，甲一般的社会标准无共款啦。讲人要拍我越加只拼吼，这台语无啥好读，加只拼，互因拍，迄叫做加只拼。人要踹我的喙手，我拄喙皮，互伊踹安尼。这台语的圣经无好读吼。
人侮辱我，甲我配喙烂，我嘛无按我的面。这是耶稣伫新约福音书内底所讲的，拢伫遮。伊就是当时这个仆人之歌所表达出来，所表达到的。最后一个咱真出名的仆人之歌的话，就是53章第5节。讲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所以兄弟姊妹，到遮咱就当知影讲，耶稣伊所进行的事，阳光入城。到后来，伊所行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是一条落魄的路，是一个改变人的心灵甲生命的路。这条路，耶稣的王的统治已经过身2000年啊，到今仔日，伊还佫咧做王。但你来看，历代遐威风凛凛的君王，比如讲欧洲出名的这个亚历山大，出名的这个拿破仑。今仔日伫倒位？所以咱若茫想讲，今仔日伫这个国际社会安尼威权统治的人伊通徛偌久啦？照历史来看，迄拢是短暂的。咱的主耶稣，伊用罗卜，用这个受苦的罗卜的身份，所以十字架顶迄个假面，就是讲迄个封王的荣耀。耶稣入城受欢呼，去面众人来参加伊的加冕的典礼，互当时群众甲历史的中间，互人看见耶稣做王的历程。伊的王毋是一个用威权、用武力、用威胁的力，是一个改变人的生命的君王。第二，君王耶稣登基是十字架顶进行的，伊的加冕是伫极度苦难中来完成的。所以十字架顶面所呈现的是上帝的奥秘。十字架是苦难，但是迄也是耶稣基督做咱心灵的王的重要的仪式。咱看见今仔日咱读的诗篇就是咱的启应文啦伊一段话内底第24章的第9节讲：正声门啊，你乃举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乃把头举起来。迄个荣耀的王要入来，迄个荣耀的王要入来。伊讲，咱台语话是讲，永远的门啊，就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勇搁强搁勇的上主，伊是必战必胜的上主。这个城门拍开，君王要入来，毋是一个世上俗世的君王，是一个荣耀的王。咱兄弟姊妹，咱伫咧迎子中秋之日，过来这礼拜，逐日咱拢有一个灵修。我嘛讲，你会当好好啊思考，像耶稣要行这条人毋敢行的路。咱教会印一张简单的一个灵修的资料，你会当来到1楼的这个交台岛摕来参考一日有一段经文，一个灵修，一个祈祷。咱伫网络顶面嘛有咱的这个广播社因出版的、发展的一个灵修的资料。主耶稣伊是一个看无家己的典范啦荣耀、公义、救赎，拢是通过苦难来的。进入苦难得到荣耀，这是咱主耶稣做王的道路，毋是一般社会所了解的路。腓立比书的看无家己虚己论这是中文的虚己论最近咱的这个詹牧师，伊在带这个腓立比书的查经，伫第2章内底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形象伊讲主耶稣不如上帝的形象，但却谦卑，诚做奴仆，到而死，奉钉十字架，最后上帝甲伊高升到天，得到最高的荣耀。伊是诚做谦卑的奴仆，死钉十字架死，上帝才甲伊高升。所以耶稣是经过受苦、救赎，为着承担所有百姓、咱所有人类的这罪。这是耶稣基督的由上帝形象所得到的。兄弟姊妹，你我伫咧纪念耶稣基督，咱
会当放弃一般社会上迄款车赢、闹热放烟火，咱是要谦卑来追随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路程。因为耶稣的救赎，是因为你将你的心交托给主，将你的罪放伫主耶稣的恩典的手，互你对遐得到透放。耶稣毋是只干那要解决因当时百姓所拄着世上生活的苦难，伊是阁要解救透放因伫心灵上的骄傲，伫宗教上的束缚。愿主互咱伫即礼拜中间，拢得到即款美好的学习，咱会当军队伫每一日的受难周的思考中间，来纪念耶稣基督是安那要行即条受苦的路。咱的教会拜五拜五暗，咱就要伫遮做一个孝念主耶稣受难的礼拜。所以咱的代表团队呢，会安排遐节目非常的安尼有步调就对。真期待咱兄弟拜五迄天，拄啊耶稣受苦定死的日，咱来到教会做伙来纪念。永暗拜五永暗8点下面咱要吟修诗歌来纪念主耶稣入圣城吟诗煞咱来做一个代祷。86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